咁啊2月5號2026年呢個阿士香阿士香鳳凰單叢啊，今日飲睇住啊，打落去啲，你睇收翻咁多啲啊，飲食咁多就你睇幾好飲，好飲啊！好飲嘅茶葉我先介紹俾大家嗱，我睇下我要俾幾多咁多個嗱，要塞滿佢嗱，我俾你睇緊啦，係嘛？我俾你睇緊到係啊，嗱，喂，到，要等間轉頭要洗茶。好嗱，差唔多啦，少少唔理啦，水滾料，你睇睇，水滾料，睇住啊，入水，冚蓋即刻俾水，洗茶葉。跟住再倒水，浸一浸，倒水，返嚟，俾一俾水，篤，倒出嚟，金黃色嘅，金黃色嘅，哇，好飲啊！推薦大家去飲鳳凰單叢鴨屎香。